因为他，潮州功夫茶即将列入香港非遗名单。我嘅初客户，我就住到香港出事嘅地招男。呢個爸爸咧就是地招男啦，拍直本劇嘅時候就嚟到香港個。地啱刷過，聽一個，這個兄弟有水，我嗌嘅兄弟就有段。鄭理清。我驚我俾就叫我隻地招爹啦，地招金股爹，梗係2008年咧代國內做事梗係國家撇嘅會嘛，咁地咧佢就梗係播啦，列了就金股爹在日本地嘅程度嘅。我成主要就成成香港嘅，程度係香港政府。承認等金股爹代接本地嘅門戶，如果寫成確要求我嘅意見，食為控咧，依就把地招金股爹咧列係香港嘅保護嘅程度啊，合作嘅科教，呢個意就嚟至少㗎。或者係我自己承諾呢嘅，當年日本啱只會準備得佢先車直通嘅地島去聯合國嘅做會會，我就寫咗你等中國嘅地門為中國嘅地門，跟住播咗次方面在方面嘅禁集咧，其中等地招金股也是東方嘅金股爹，我等東方嘅金股爹확認嘅國字個，希望得能地招能力。其實對直播，咁地招金股爹活的嘅一個電線，加嘅金股爹嘅地股，為咗作為每個人做活集爹，再嚟配嘅私車，隔啲咧地招金股爹就似戶籍嘅感情度，到時對國內行感情，或者我爸爸都仔寫個，我一直呢二到時叫我定嚟個，我哋年代啱啱改革開放嗬，我哋呢坐車去坐中，入北區坐火車，佢一坐飛機佢就咁招個，我爸爸就時就係定佢嚟個。